好多朋友咧問我咧，如果申請葡萄牙居留卡咧，或者續卡啦，咁其實咧要準備啲咩文件咧？咁網上咧資料好亂嘅，咁有啲咧仲係過期嘅資訊。咁咧今日我喺呢條片咧就同大家咧就講一下逐樣講清楚。咁無論係第一次咧申請居留卡咧，定係續期居留卡嘅話咧，呢條片都好重要喎。第一咧，身份同埋關係嘅證明文件啦，第一樣有嘅咧就係出生證明啦。咁出生證明咧就主要係證明你嘅身份同埋家庭背景嘅。一般要求係咧發出日期1年以內嚇，咁即係話咧唔可以過期嘅，係超過1年。咁出生證明咧主要咧係證明你身份啦，同埋家庭背景啦。咁如果你係喺海外申請嘅話咧，就通常需要正本啦、公證文件啦，視乎國家啦。有時咧仲要係海外認證嘅，咁其實咧係最好咧係海外認證嘅。咁就一定咧，如果你係住咗2個唔同嘅國家咧，2個國家咧都要做呢樣嘢。如果你係中國大陸嘅話咧，你要去翻咧你自己嗰陣時出世嘅公安局咧做申請嘅。咁要咧係去到咧市級咧嘅公證處咧做出世證明嘅公證嘅嚇。第二樣咧就結婚證明啦。如果係家庭團聚或者二婚嘅話咧，咁如果你係用一個配偶申請嘅居留嘅話咧，就或者續期時咧家庭嘅狀況嘅有關咧，就一定要交嘅。要求咧嘅限期咧係要6個月以內嘅結婚證明嘅。咁記住呢一點咧，就算咧係你之前交過啦，咁但係咧續期嘅時候咧，好多情況咧都要再重新提交最新嘅版本嘅。第二樣咧就係無犯罪嘅記錄證明，呢樣嘢咧好多人出問題嘅文件嚟嘅。一般咧要求咧包括咧最近3個月內發出，咁即係成日咧都要係重新更新啦嚇。咁通常咧會包括咧你原居國家嘅無犯罪記錄啊，例如咧如果你係而家住喺英國，咁咧你就要申請翻香港嘅無犯罪記錄嘅，咁啊同埋英國嘅無犯罪記錄。如果你已經住咗喺葡萄牙嘅一段時間咧，有時咧都要查翻葡萄牙嘅本地記錄嘅。咁我本人咧就做咗3個國家，香港啦、英國啦同埋葡萄牙嘅，一定要叫咧正確翻譯翻葡文。咁啊好多國家咧都要係海外認證嘅。咁啊過期咧就等於冇交過，一定會被退件。第三，居住嘅同埋住址證明啦。接落嚟咧就要租約啦，或者係房產嘅登記啦，例如呢個屋契啦，你係業主嘅話，有時咧仲要咧住址證明嘅。咁啊，如果係喺葡萄牙住嘅話咧，就有 something call 咧，即係有啲嘢叫做 Atestado de Residencia 嘅。記住咧，地址一定要係你咧同你嘅系統入邊咧嘅資料咧係一致嘅。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嘅居留卡咧係登記咗咧律師嘅地址咧，咁就要申請翻咧用翻你律師嘅地址證明啦。財務同埋收入嘅證明咧，移民局咧亦都好關心你咧可唔可以喺葡萄牙生活嘅。例如你申請緊 D7嘅話，咁啊銀行結單啦、收入證明啦，或者係僱傭合約啦，同埋自僱嘅證明。如果你係家庭申請嘅話咧，主申請人嘅財務能力咧亦都好重要嘅。呢個當然啦，係如果做黃金簽證咧就唔包嘅。第五，稅務同埋社會保障文件呢一部分咧，好多人都忽略，其實都有啲關鍵嘅。咁啊，包括咧葡萄牙嘅稅號啦，稅局咧證明你冇欠稅，咁啊同埋社會保障登記嘅，咁啊就叫做 Seguridade Social 啦。咁啊，就算你暫時冇工作咧，系統入面咧都要好乾淨嘅。咁啊，第6啦，醫療保險啦，同埋健康證明嘅，視乎你申請嘅居留嘅類型。如果你係可能要需要咧係私人嘅保險嘅，私人嘅醫療保險啦，或者已經登記咗咧公共醫療嘅系統嘅保險，一定要咧蓋過晒呢個居留期。第7咧就係文件有效期嘅總要點啦。我哋同大家咧就總結一次啦。咁啊，好多人咧都可能會可以截下圖，咁你哋收藏一下。出生證明咧係1年內，結婚證明咧係6個月，無犯罪記錄咧係3個月嘅限期嘅。齊晒文件咧就一定過，而文件正確咧有限期啱嘅話咧，資料一致咧先得嘅。咁如果咧你想再多啲資料咧係關於喺葡萄牙點樣填移民咧，或者係喺呢度住嘅最新消息咧，咁啊同我哋俾個 follow，俾個 like，再見。